天姚倩哈也是一样，今天盛装打扮哦。哎呦，有影。哦，咱来自新北市的淑段姐姐。哎，就来好听的台语歌曲《风中女人花》。来，拍一下歌嘞。哎呦，唱啥歌嘞？ 谢谢主持人，天龙家族各家族，大家好。夜山飞行游西。 无人情，风中飞，一句爱阮的誓言，空白。伤心为将阮出卖，怪我爱你是痛话，哭出声，叫你的名，心愿不灭。 飞行游西，无人情，风中飞，一句爱阮的誓言，空白。伤心为将阮出卖，怪我爱你心痛话，哭出声，叫你的名，心愿。 用青春来陪，阮你将我放我飞，做你走无解释，阮用思念交换你，将你来相会，因为你捌讲过你永远是我的。 用青春来陪，阮你将我放我飞，做你走无解释，阮用思念交换你，将你来相会，因为你捌讲过你永远是我的。 哎，谢谢好听的歌曲，
红中女林花，感谢咱的苏段节，美丽的苏段节，一拖拉裤的人拢来甲你献花啊！这个你的老公来了，哇，我阿娜达来的啦，阿娜达来啊！哎呦，这么多花，你要站在苏段节的旁边啦，无地坑啊啦，旁边啊啦，给你来啦！我别说跟他圣诞树嘞，来五哥是要站在中，五哥要站在中间啦，徛伫边啊，徛伫咱的水某边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全部都是美女。今日讲要互你一个 surprise 啊！妈妈节上生日礼物上垃圾啊！妈妈节，垃圾。对啊，垃圾，哎呦，安尼无垃圾。不会啦，还没开戏啊。对啊，我们还没有开始啊。等一下，要先等他这个问候完毕。问候完过来垃圾盖。先不要紧张，这个时间就这，我要给你慢慢来哈。你看看，没啦，时间就这。你学会丢给吧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们的苏段姐，你看这么漂亮，今天你要先让她好先讲话嘛，对不对哈？各位观众、现场来宾啊，五个家族啊，大家好。好。母亲节快乐！是，你看温柔啊，你蛮快乐的，哎呦，真的好温柔哦。今天不怪这个五哥哈，伤丑陋人会惊到。然后五哥说哈，这个爱了哦，这个一辈子哈，下辈子还要再爱，对不对？好多你讲的哦，你讲哦，这个看到苏段姐哈，这个哈，你看看永生难忘的，每一世人都爱，就是一世人，就嘴世人都爱你的，对吧？你看娴熟又漂亮，真的好。现在你可以开始了，来，开始，好，开始。不啦，不是啦，不是参观众啦，不是啦，参咱的苏段姐啦。不是你要先跟我们那个苏段姐说哈，这个你这一辈子哈，就是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然后那个又给你照顾家庭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呢，下辈子都还要再娶她。瓦力这也看去了。你要现在跟那个我们苏段姐告白一下啦，来，你要说老婆，凯西来。好，我这支就好，这这支哦，心爱老婆就对了哈。对，你要含情脉脉啊，看着他啦。啊你吼，这互你个遮辛苦吼，啊我安尼帮我生两个可爱囡仔，哦，真的。刷落去啊，哦，安尼互囡仔安尼吼，安尼住上好的厝，安尼我嘛感觉足公平。啊，第二点，哦，啊你安尼吼。互囡仔食遐好吼，食上好的母奶吼。啊，我安尼三不五时要食，讲袂使，讲哎囡仔，即嘛是万谈啦，我是咧感谢。阿妹，这暗时才讲啦。好啦，啊，我即摆踮要甲你告白，我斟者。哦，安尼哦，是哦，这样子哦。你看我们苏段姐都拍谁看？哎呀，我感觉伊就拍谁？他都不好意思了啦，哈，真的。好啦，下辈子再娶苏段姐啦，哈。后世人换你做也看手，哦，安尼哦，换伊来甲你苦读安尼。他喜欢苏段姐还是要当女生啊，苏段姐那么漂亮又温柔，哦，正经你一世人，一世人娶到伊正经的就幸福。你也福气呢？你也福气啦，哈，真的。收偌济世人呢，嘿，爱收啊，爱收啊。好了，谢谢我们的苏段姐跟五哥哈，谢谢，哎呦，真正爱掌声鼓励。谢谢我们五个家族的。好，五哥，好，慢慢来，再来。好，谢谢我们美女啦哈，谢谢，好，谢谢我们杨枝姐，还有这么多美女，好，来，我下歌嘞，谢谢，来。